吟圣诗250首，着俄勒祝上帝。咱请苏琴先甲咱弹甲迄个旋律。好，来，着俄勒祝上帝。 咱食做基督徒其实是真好运的吼，就是真幸福的吼，因为咱伫还袂出世进前，上帝就拣选咱，成做伊的学生，成做伊的囝儿。伫咱还袂出世进前，伊就创造伊办这宇宙的一切来，互咱享受吼。所以咱搁一摆吼，咱来用咱欢喜的歌声来，将咱的歌声来学了主上帝伫咱要吟进前，咱先来读第3节，好无？第3节的歌词可能有淡薄仔歹读，吼，咱做伙来读一届，来做伙预备来。一切深烟大鱼，火甲云雾冰泡，吼，冰泡，嘿对，吼。咱第2句搁读一届哦。火甲云雾冰泡，树木所结。 果子，山顶所有花草，野兽、花鸟，精生虫拖哈，虫拖哈，就是那个爬虫类哈，虫拖哈，爬虫、昆虫哈，拢着学了伊名无煞哈，好，所以咱来吟第3节甲第4节哈，咱共款咱请苏琴。 总是咱
拜一到拜五，咱是伫咱的工作场顶面，吼，咱有时会拄着一寡价值观跟世俗人无共的所在，吼，咱有时会感觉灰心累志。总是咱着爱甲咱的目睭，吼，咱的注目回转转来到咱的耶稣基督，咱对上帝的话，佮得到信心，吼，佮来坚定咱的信仰，吼，所以咱用坚定的信心来吟这首552首，吼，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咱共款来吟第1节到第2节。是一个特别的主日哈，因为咱是玉神哈，就是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啊。咱知影伫长老教会哈，千外间的教会内底，其实有要一半是咱原住民的教会哈，所以玉山神学院是培养咱原住民的传道者哈为主做工的一间神学院，所以咱家己若袂当去读神学院，总是咱来用咱的祈祷、咱的金钱来奉献，来支持咱的玉山神学院哈。所以咱嘛是用这首诗歌哈，咱来吟第3节哈，咱来望咱来祝福玉山神学院所培养的传道者，拢嘛当正做基督的精兵，来为主来征战。好，咱来唱第3节来做伙。祈祷，陪伴咱的心。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搁一届组织阮来到你的面前。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阮爱愿主你带领这个玉山神学院。阮感谢主，你伫过去引带玉山神学院培养济的传道者。咱未来，阮嘛共款要用阮的祈祷甲阮的金钱来支持玉山神学院。为主来做更较侪的工，互福音传遍全台湾。每一个山顶、甲海边，佮有都市，愿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
各位兄姐平安，咱敬拜上帝的时间已经到吼，即道咱要来敬拜上帝，请奏乐。看，上帝是我的拯救，我可以拢袂惊吓。上主是我的快乐，我的诗歌，伊一直是我的拯救。恁会对拯救的井欢喜快乐吸水。即道咱要来吟圣诗250首，着俄罗主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真济。即粒请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堂的主，阮伫天灵的爸，满心感谢你。阿爸爸上帝，今仔日是你的圣主日，是你专属的日子。全地一切你的囝儿，拢来到伫你的面前，要敬拜你。阿爸爸上帝，恳求你的圣神降落伫每一个圣殿内面，每一个敬拜你的所在，每一个敬拜你的囝儿的心上。我每一个你的囝儿来到你的面前，拢会当本身真真正正来领受对你遐来的福分。爸爸上帝，阮将公园教会交托伫你的手，恳求爸爸上帝，你降临伫公园教会内面，公园教会一切的事工，拢会当伫你的带领的内面，拢会当顺利来进行。这个世界是充满黑暗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撒旦在掌管的世界。爸爸上帝，恳求你除去这个世界所有的黑暗。所有的这战争、这战乱，互人伊个国家遐国家的百姓，拢会当有一个平安的生活。我爸爸上帝，你除去这个世界，这黑暗充满伫这个世间所带来的一切作为。主啊，阮恳求你，甲阮三甲同在，毋通离开阮。尤其是阮的公园教会有缘，还佫有济兄弟姊妹，因为检查因的身躯、因的身体、因的经济各方面，拢需要主你来看顾，甲束缚伫因的心上。恳求阿爸上帝，你甲这兄弟姊妹同在，互因伫世间所欠的一切，拢会当照你的旨意来成伫因的心上，伫因的家庭内面。照阿爸上帝，照着你的丰富的恩典，伫最后所基督的内面。想使阮伫世间的一切，拢会当丰丰富富。阮安尼感谢，拢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免。即道咱要来看启应文，启应文第34篇，是诗篇146篇。启应文34篇。要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毋通瓦克君王，因一个断开上归途。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伊创造天地海，嘛创造其中万物。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上主讨棒受乖敢的人。上主扶起受压迫的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以扶持孤儿寡妇。上主会永远做王，要称赞上主。叫咱要来看上帝的话，今仔日咱敬拜所用的圣经，伫哥林多后书5章16节到21节。哥林多后书第5章第16节到21节。所以对打以后，阮无过根据人的标准捌人，虽然
阮捌用人的标准捌基督，毋过现在无过安尼捌伊。安尼，无论什么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但拢变做新的。这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伊通过基督，互咱甲伊个和好，佮将互人甲伊和好的职务交代阮。19节，阮所传的信息是安尼：上帝通过基督，互世间人甲伊和好，无过追究因的罪过，佮将这个和好的信息交托阮。所以，咱做基督的大使，上帝通过咱，甲恁苦劝，阮替基督甲恁求，着甲上帝和好。上帝互无罪的基督，为着咱的缘故，诚做有罪，互咱通靠基督甲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以上上帝的话，即道咱要来请圣歌队来赞美。
耶和华接纳咱所献的诗歌。即粒咱要讲道进前，咱今仔日讲完步行大力牧师，又带一个牧师团来为咱伫遮先献一首短短的诗歌。因四个拢是牧师嘛是牧师啦。谢谢。带咧，请步行大力牧师讲道伊今仔日要讲的题目就是做基督的大使。请牧师。各位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首先伫遮爱感谢咱的教会，会当伫过去药山圣学医的纪念主日的时，恁的教会不止真欢喜，甚至有真侪奉献，帮助阮药山圣学医培养更较侪阮住民的牧师。我来到新德，通讲是每一当药山圣学医的纪念主日的时。我总是爱安排伫新德教会，还是桃园的教会。为什么安尼呢？因为我是新德人，新德是我的故乡，我是住伫尖石乡的一个泰族的牧师啦，所以逐摆来到新德，这是我真欢喜，会当看到我的老母。我的亲戚，甚至来到恁的教会，通讲是我泰族的母会，你敢毋知影？80当以前，庄生茂牧师，伊对迄个尖石乡开拓福音，头一摆是要去我的教会，下礼拜。教会，我就是卡拉拜教会的牧师出身的一个信徒，所以不止真欢喜来到伫遮，甚至今仔是药山圣学医的奉献主日，我毋是干那真欢喜，爱代表药山圣学医感谢恁的教会，每一当真正是真关心阮药山圣学医的。神学教育同过日的奉献，听讲去年的奉献恁的教会30-40万，哇，遐尼个，可能伫中间有人奉献20万的款，我毋知影，
这是总是才会因跟咱的上帝，感谢咱的兄弟啊，安尼不止啊关心阮玉山神学伊。上时我爱伫遮表达，我是阮自面的牧师。2当前我已经退休，对玉山神学伊的3当前是我的下任议长。2当前我是已经对玉山神学退休。伫个3当这中间，通讲。我无一摆用台语讲道，台语讲道对我来讲是真惊吓的代志，真重的工课，总是甚至讲袂练转希望伫你心中为我祈祷，互上帝信心摊伫咱中间，左者以家己时间。我加讲一句话，你若听无时，毋通奉献啦，毋通奉献。你听话时，该讲爱鼓励咱。本来你爱奉献，拍算是100块，爱加100块啦，1000块爱加2000块啦，安尼是咱听上帝话，不止啊，真感动上帝话。感动咱的心，来加做上帝的福音。那今仔日的题目，我真热爱通过咱头拄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用这做基督的大赛，做基督的大赛通讲是有版本的圣经是。书架特殊，对不对？特殊。那台语台语的圣经是钦差啦，就是差遣等等这一些。无论是钦差、特殊，还是书架等等的版本的圣经，用现代话就是大赛。所以做基督的大赛，就是咱读所读的经文，就是20节的中间。这20节的中间，加讲是因此，阮做基督耶稣阮开始这个。20节的经文安尼讲，因此，阮做了基督的特殊，特殊。所以我通过咱来所读的经文，用20节的经文，咱咧做基督的大赛，所以用现代的话，安尼真了解这意思。所以。无论是神学院，还是伫咱的每一间的教会，1200外间的教会，咱大家拢知影，咱的信徒每一个信徒，不只来到教会，来到教会，伊愿意通过礼拜，愿意通过伊家己的信仰来学乐。甚至用跟咱的上帝，总是伫咱的这个聚会中间，保罗伫遐甲咱要求啦一项代志，无论是你来到教会，爱鼓励咱每一个基督徒爱做耶稣基督的大使，这款的意思。所以对这的经文，咱会用讲，咱咧做上帝，甚至耶稣基督的大使，咱要安怎训练咱家己，
要伫耶稣基督嘅眼中，真正是做好基督嘅大使，至少有3点爱甲咱勉励。第一点，爱做基督嘅大使。第一点就是爱有基督嘅生命，唔通袂记哩。这是保罗甲咱讲的，甲咱要求的，就是咱做基督徒，毋是干那做礼拜尔，咱直接做耶稣基督嘅这里家里的人，上帝互咱有一个真大使命，咱每一个基督徒爱做一个基督嘅大使，这是咱的使命，咱的特殊。咱的上帝使者，甚至上帝的大使。第17节的经文安尼讲，无论之罪，一旦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他拄咱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我感觉讲台语的新译本的圣经翻译的不加真好。伊讲咱的生命爱甲耶稣基督的，他直接讲哦，中文都没有这样翻译哦，台语的翻译不加真好。咱的生命是爱甲基督的生命结连。咁是安尼，咱头拄所读嘅经文，所以咱嘅生命爱甲耶稣基督嘅生命结连，结连是真要紧，毋是干那来做礼拜娱乐咱嘅上帝啊，像咱伫今仔日伫遮礼拜，伫即个室内做礼拜，若无光嘅时，你毋知我是太阿族。我是不信大力就看到我面的是唔知可是有光亮在这边的时候，一知可能有当时有几工阮伫些鹅肉店吃鹅肉店的，迄毋是，敢毋是不信大力牧师因为是有光嘛有光总是你敢毋知为什么有光？这光，我们就有这个电一定爱怎么样？结连那个电源插座啦。感谢安尼，意思就是咱甲耶稣基督的生命关系是什么？咱的生命爱插座伫耶稣基督的生命内底。那真正是咱的生命插座伫耶稣基督的生命意思，咱的生命会当发光，咱的生命会当发光的意思，就是影响更较侪人看到咱的光，上帝光，基督的光，信心的光，会当照耀别人，互伊黑黑暗的生命加多有光的生命，这就是咱的做基督徒的真受到上帝对天顶降落来祝福的这个信用，不是来破坏我们的生命，来照耀我们的生命。这就是结连的意思，就是安尼。所以那安尼是咱的生命甲耶稣基督的生命结连的时，后壁发生真要紧的信仰伫信仰上真大的化学变化。是什么做化学变化？就是你的性命加多，
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加在你的生命，这是在信仰上已经产生一个化学的变化，就是信仰上的变化。所以这是保罗所讲的，咱若伫耶稣基督的生命中间会当结连的时，你的生命加做新的生命，敢是安尼？就是安尼嘛。所以加做新的生命的时，你感觉咱的基督的生命会当讲是受到上帝的祝福，甚至受到上帝耶稣基督信心保护咱的生命。检测咱的生活中间拄到真侪问题，破病、生老病死嘛好，总是咱做基督徒不得惊吓，因为伫咱的生命内底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迄生命是国外的生命，迄生命是对地顶降落来的力量，降落来的大力，伫咱的生命。所以基督徒是伫世界上生活时，无得伫遐什么没有盼望啦、困难啦、人生都没有希望啊，等等这的代志。愈有信仰的人愈欢喜，拄着苦难，什么代志、真重的代志，互你喘不过气来，总是伫咱的生命当中中间，嘛是披着耶稣基督的欢喜的心，耶稣基督的生命伫遐欢喜的心，所以伫遮咱就是安尼的人，那咱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嘛是有咱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啊。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会当改变咱的生命，真做有快乐、有毋茫伫信仰内底，欢欢喜喜来敬拜咱的上帝，学乐咱的主。伫咱的生命内底，若有真正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时，耶稣的生命，通讲，互咱有真大的快乐，欢欢喜喜伫世间中间欢欢喜伫遐生活，伫遐过着一个信仰，有坚持咱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信仰。来做基督的大使，为着基督的生命做见证，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人已经知影，我伫2019年3月7日，咱的前总统蔡英文总统任命我做宗教自由的大使我是首任和咱的总统任命我做这个大使。那现在是已经赖总统我说我已经老了等等这一些了，没有力量了又继续让我做这个大使的一个工作所以我常常不止一个月要去出国，也是伫外交部底下做一个工作伫咧中间，蔡英文总统
也是赖总统，嘛是毋茫我做一个大赛事，会通通过咱基督教会，甚至不止啊真济世界的基督教会，通过伊家己的信仰，再有办上世界真济混乱、纷争，甚至征战等等的工会，伫迄中间，爱代表台湾向世界人宣扬台湾是一个主权、自由的一个国家、民主的国家，无像迄个咱的对岸的中国，你敢知影？伫10几年前，伊无爱基督教会伫因的国家内底，甚至将4000外间的教会内底，就是顶面呢是这个拆落来，这是大家拢知影。那么遵守的人的话，爱抓牧师、信徒，关伫家家内底，这是大家拢知影。伊无爱伫伊的国家内底，将耶稣基督这十字架伫因的国家内底底下复兴，到处都是，甚至毋是干那基督的十字架甚至连佛教的一个这个庙放在一个大山里面500-600年前的，已经是成为一个文化资源了。用炸弹把它全部都炸掉惊动了整个世界。所以第一国家无宗教自由、无民主等等，这样。所以咱做基督的大赛，咱爱有使命，咱爱有家己的使命，就是咱爱做基督的大赛进前，就爱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伫咱的台湾社会宣扬咱的基督上帝信心，伊听咱每一个台湾人，伊的心意心意，就是爱咱每一个台湾人会当得到救。所以无论什么人去那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也是伫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通过你的话，通过你生活见证，甚至通过金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你伫遐做已经做上帝基督的大赛。甚至做这大赛，毋是咱家己愿意，是咱做基督的大赛，是上帝人民，你我每一个基督徒，是对上帝互咱真大的使命，来做上帝国的大赛。因此，恁的教会每一档所支持、关心、奉献有善心合一，就是咧培育原住民伫伊个家己部落，甚至原住民伫台湾社会中伫遐做基督的大赛，做上帝国的大赛，伫原住民教会甲社会做上帝的奴仆，这是咱家己的称作，咱是做上帝的奴仆。不过伫耶稣基督上帝的眼中是做上帝的大赛。第一点，
传扬上帝信息。咱咧做基督嘅大使嘅第二点，就是爱传扬上帝信息。就亲像19:10嘅一个圣经甲人讲，咱所传嘅信息，就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甲人建立真好嘅关系。伊无追求伊嘅过犯啦哈，而且伊将伊嘅甲人和好嘅信息交托互咱，和好会当翻译作和平、温柔的对待的，是这样，不是冲突的对待的。所以他在这边就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做基督徒的做一个很骄傲的基督徒，我的对，你的不对这样的一个想法，而是咱爱对耶稣基督上帝的眼中，是伫上帝的疼中，真疼世间人每一个人，安尼来疼你的厝边隔壁，疼咱台湾每一个人，甚至无未信者，可能是你家己的同伴，甚至你自己的工作职场上，伊毋是基督徒，总是咱毋是用审判的一个态度我已经相信耶稣基督，我已经得到了，伊无毋通安尼，是爱甲伊做朋友啦。大使是要跟人家做朋友啦，爱咱大家都爱甲别人做一个真好的朋友作为基础，这就是上帝甲咱讲，上帝福音是互咱做一个和好的这款的关系。所以咱若甲上帝的关系真好的时，上帝鼓励咱，嘛是爱对上帝的关系安尼迄款的好好，甲别人比信者安尼做朋友啦。所以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朋友而不是说在那边就说讲道理，不是这样把别人也看作是上帝的孩子这样看来，所以那些和好和平的道理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变成是没有敌对，没有一个隔墙。他你怎么那么有信心，生活那么好？他看了就会知道说你就是基督徒，就是爱做到底家。所以对丁明所读的这经节内底，上帝互咱真大使命，爱去传扬上帝信息。这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受难、死，甲过我的生命，过我的生命。咱毋是干那传过我的生命，爱传咱基督徒是一个受难、受苦的生命咱会当受苦家己，互人欢喜。别人袂当派迄个痛苦的时，咱会当提伊背起他的十字架。你不去跟他讲的时候，坦白讲，他看到你的动作的时候，你感觉真感动。所以有的时候做无声的这一个大使是怎么样把人痛苦抓做伊家己的痛苦，这根本是耶稣基督的
疼痛，对嘛？我感觉讲台语讲的疼痛真有意思。你要爱别人疼痛，你要爱别人的，你自己心要痛，有没有？疼痛嘛，爱疼嘛，疼嘛，你是心疼啊！把别人当作是上帝的宝贝，我们要改，上帝自然会改变他的生命啊！这款的信息，我这句话来讲，咱传扬上帝信息。就是爱通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对咱的生命的这种祝福。咱传福音不是勉强的，对上帝眼中向未信者传福音是，你将上帝祝福会当祝福别人，这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哈，就是把好的生命分享给别人，当做他的这一种祝福嘛，啊，通过耶稣基督福音对咱生命的这种祝福，和别人的生命就亲像咱基督徒爱吃做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别人的生命会当吃做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也加做因的生命，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真大的祝福。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16节这样讲：我没有什么理由了，为着福音底下夸口的。我不过是奉命而已，我们是上帝的特使，奉命去传而已。他有没有接受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工会，信心的工会。咱跟他底下做上帝宣传的工作，甚至后边伊安尼讲：我不传福音，我就祸，就有祸。所以我们说我们做基督的大使，坦白说，不是去神学院都可以做大使。信徒呢，也不是要把这个做大使的人，那时拢也牧师，伊玉山神学院、台南神学院、台湾神学院读册，去底下。未来要做上帝大使，不是安尼。咱家己会当将上帝的疼、上帝真好关系，耶稣基督祝福，用这的疼痛的心传予你隔壁厝边的人，咱伫遐咧做。耶稣基督的大使，保罗伫遮甲咱讲出做一个基督的大使，非常重要一句话，就是我若无传福音的时，我就有祸了。保罗言讲是一位非常不只真传上帝福音的一个人，因为伊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对耶路撒冷到欧洲的所在、雅典的所在、未信者的所在，将上帝疼痛传予伊。所以，伊真够传福音的一个上帝的路仆，互因的生命会当得到又有上帝祝福的生命。各位敬爱的姊妹，恁所支持关心的玉山神学院的神学教育。就是
用这款的上帝福音拯救台湾原住民，因为我相信，只有上帝的福音的极大的气力，不但会改变台湾原住民的生命，而且我也而且会用大大祝福原住民的生命甲生活。所以，我伫玉山神学院的时，常常提醒每一位来到玉山神学院来受到神学院的装备训练的时，我拢甲咱的学生，是恁所支持的这些学生，安尼讲，你爱做原住民的传道者的学生吼，爱学习上，你要爱学习上帝的福音的传福音的进程，换句话来讲，你爱做上帝的路卜的进程，特别是有三星学院的，你的生命爱互咱的上帝改变。安尼你会当将来伫你的上帝福音的工课中间，你会当将你的改变的经验，甲咱的原住民，甚至台湾社会每一个人，会当伫遐感受、感动。你爱改变别人的时，你家己的生命爱改变，这是重要紧的。咱做教会的一个信徒，别人无去做的好势代志，无愿意去做的代志，咱家己爱真意爱真欢喜要去做。你隔壁厝边安尼看你，甚至咱的兄弟看你的时，会当改变咱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第三点，还是我用开心中啊，开心中，喉咙真大哈。第三点咱咧做基督嘅大事，第三点呢，就是勇敢、承担的人。我们第三点很重要的，做基督的大使，要有勇敢承担、担当这款的心，爱咱家己训练，伫教会训练。伫别教会训练咱家己，愿意做别人无愿意做的代志。这款勇敢担当的人，特别是21节的经文，保罗安尼讲，他说：基督是无罪的，总是为了阮上帝，互伊担当。咱的罪，互咱通过伊会当甲咱的上帝加做有合宜的关系啦。合宜那个关系要建立好，跟上帝的关系建立好，我们才能够跟别人去传福音。先做关系做好，如果关系做得不好的话，你什么都有这一种的口才，没有办法。所以关系，所以我们的关系是第一个要跟上帝的关系建立好。我们跟关系已经建立好了，合宜的关系了以后，这种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我跟他过去是有仇人呢，可是通过上帝的关系的改变我们自己，能够跟别人打不好的关系，为了信仰，为了传福音，
建立新的关系了。啊，这种人对直接的经文甲人讲的，咱知影耶稣基督真正是一位勇敢担当的人，伊为着世人每一个人会用甲上帝建立真好合宜的关系。耶稣真勇敢的担当咱人的罪，无罪甚至经文甲人讲，无罪的基督，伫耶稣伫上帝眼中假罪有罪的基督。这是为什么安尼？因为耶稣基督伊愿意担当承担，甚至用台语讲是这种的承担，戆伫遐打耶稣基督别人的痛苦。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这种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勇气。啊，别人无去做的，耶稣会当去做的。这款呢，别人无做的，我会当担当，才会教会进行，甚至服侍上帝。所以耶稣基督真勇敢的担当咱人的罪恶，甚至耶稣愿意担当咱的罪，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所以耶稣基督这款真愿意用勇敢担当的人，担当的心，伫过去阮约翰时刻，伊的异教中间，嘛是有这款的异教，有这款的信仰。我若讲出伊的名，大家拢熟悉，就是咱台湾基督长教会的捌做过咱的议长，做过咱的总干事。个著名牧师，大家真熟悉。恁的教会到近来是70周年，阮后山新汉拄啊80周年。你敢毋知过去有山新汉伊80几当前，有真侪别的教会。有迄个资格做玉山新海教授来保佑阮属民，纵使可能交通不便而且很痛苦开拓的一个地方，总是有一个本地牧师，伊本来台南新海伊毕业了以后。有真大间教会要求伊去做大间教会牧师，教会伫遐做牧师，甚至台南新学院要聘请伊做台南新学院的教授，总是伊看到原住民的神学教育无人去。真艰苦，没有教室，也没有教堂，也没有宿舍，谁敢去啊？对不对？所以他就心里面接受这款的工会，做玉山新学院的教授伫80年前，玉山新学院无有家己的校园，无任何的建筑物摊予学生上课，也无家己的土地，甚至无一位老师
愿意来到玉山城下伊底下教册，总是个准备牧师，以愿意的心对耶稣基督担当，勇敢担当，勇敢打玉山城下伊的十字架，迄款的痛苦的，这痛苦的一个负担，总是个准备牧师，伊愿意来到玉山城下伊教册，愿意做玉山城下伊义长，用勇敢担当玉神的苦难。伫个准备牧师做玉山城下义长的时，伊办在玉山城下伊买了20多甲土地，20甲，很多是亲戚的，对我们的教会，然后就奉献了20多甲的土地，去教室教堂、老师甲学生的宿舍，甚至将玉山城下伊建做一个山上的花园，来祝福万玉山城下。所以你当承担的时候，那一种的力量会成为别人的祝福。高秋敏旧牧师就是这样，他就是没有人敢去承担了，他可以广大玉山城下果然造成今天我们玉山神学院不断的发展，甚至从玉山神学院毕业的大概有900多的原住民传道人，伫原住民教会。过去敢若80当以前，咱原住民教会敢若10几间尔，就是去了玉山城下伊对遐教起来，咱1200间的教会，差不多有几百间、500多间的教会，就是原住民的教会，这是有真大的亏力。所以我们可以勇敢的来这个背负十字架，别人的十字架，别人的痛苦，甚至教会的痛苦的时候，会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这就是福音。但是我们真的是很可惜，非常遗憾，个准备牧师已经伫2019当前，就是2月14日过身蒙主恩召，特别是伫个主民牧师，伊看到伊服侍玉山城下伊这个中间的时，伊伫遐死的进前做他的信仰告白，信用告白安尼讲，伫我的信用中。我的救主耶稣基督伫世间的时，是一个无尽头的所在。他说：“耶稣基督在我的信仰中，我看到耶稣基督他只有一直在努力宣扬上帝的福音，睡连枕头的地方湖里有洞，有没有？他这样讲，没有的。所以他换句话说，他的遗嘱里面。”他受到耶稣基督的这一种的一个怎么样担当的心他以愿意担当人类的罪恶，叫了以生命最后的路程。迄是一条就是耶稣基督的受苦，就是迄是一条艰苦孤单的路，无告别式，没有告别礼拜。我们现在告别礼拜，当然是不是说不要了我们告别礼拜很多教会的人他亲朋好友对耶稣基督的告别礼拜，
接着他的妈妈兵丁，政治人物多起来。他的妈妈跟他的这些人就在那边，没有人，连门徒都跑光光了，是孤单的道路，没有告别礼拜，也无真济人上线。所以结论来讲，听了个著名牧师的生命见证，实在是真感动。当阮今仔日纪念玉山神学伊奉献主义的奉献主义的时，恁的教会关心，甚至为着玉山神学伊奉献时，你就是为着玉山神学伊遮做一个勇敢担当的人，通过甚至通过你的奉献，遮做上帝的大使，遮做基督的大使。我们4个牧师在唱一首歌，我们就用这一首歌来唱一下。这一首歌是纪念那个庄生茂牧师到达拜的时候，他听到这个牧师，他到了结石沟山的时候，他说：“你们一定要唱这一首。”我不晓得跟你们有没有关系？都有关系。我们第一首唱的是何等的爱，就是讲耶稣爱的伟大。现在要唱的是我们在主里面会常常怀念你。好，即阵咱要来唱回应的诗歌。咱做伙来吟圣诗55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请咱起立来吟全首。Oh
济，即粒咱要来奉献，请服侍的同工。是阮疼痛的天父上帝，愿一切所有拢是对天父上帝恩典所赏赐的。愿得到财富的快乐、智慧、才能甲机会，嘛拢是对你所来。愿天父上帝互阮真做各项恩赐，忠心的好管家。愿甘心乐意献上阮的恩赐才能来服侍你，嘛献上阮的金钱为你的圣工所用。来表达阮的感恩，来尊荣你的圣名，愿你感答。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接咱来报告吼，我直接报告。今仔日是玉山新人伊的圣主日吼，咱对啊大家知影。迄个部兴代理牧师，伊拄则咧讲这中间，伊也自伊家己介绍甲诚清楚啊，所以我就毋免阁讲吼。多谢牧师。今仔咱教会牧师，咱的牧师是有咱代表玉神去龙岗吼，龙岗教会啊，咱的罗牧师是带咱的社青去台北各摊教会这退休会吼。好，再下一个。礼拜组有一个诗会的训练吼，伫后礼拜日5月24中昼12点半伫8楼，请现任的中级来参加吼。吼，现任的中级来参加迄个诗献，这是咱礼拜组办的迄个诗会啦，诗会的训练吼。第三项5月的圣神降临节。咱伫5月31，就是5月上尾啊礼拜要举行培灵主日，咱有邀请戴梁跳牧师吼，戴梁柱牧师吼，伫2场的礼拜内面要来讲道，请咱来注意吼。第3项、第4项、第9期的献课小组，咱已经进行一半吼，咱今仔日下昼2点。有哪有另外一组吼？咱有2组啦，一组是礼拜六在办，一组是礼拜吼。所以今仔日是第三遍的聚会，请若有朋友要参加，会当来参加吼。第5项就是新德中会中区的联合
书记的儿童夏令营啦吼。我是媒体小达人。迄个伫圣经学院是迄个前2年的到6年要毕业的拢来参加吼，2500块啊，教会你家己6500块啊，教会补助1000块。那要参加的人会当甲投报名。好，第6项。在新包班呢，这已经报过来礼拜啊，吼，咱已经有进行啊。即摆伊刷咧，佫有第2期啦，吼，第2阶段。第2阶段开始是6月初6开始，啊，所以即摆咱会当报名吼，所以若有兴趣要参加的人会当来继续报名第2阶段的课程吼。第7项。咱的迄个赞美操吼，赞美操教会一直有在推动这个赞美操。啊，即马伫迄个历史公园后壁，历史公园有赞美操，所以咱兄弟嘛会当伫即个时间吼，每礼拜2 2点到3点去参加赞美操，伫后壁公园的所在。第8项，咱70周年的纪念册吼，这已经有哪报过几6遍啦吼。若有受到邀请。这写稿的同工，请恁尽量自你的稿的内容，你的文章交互罗牧师，还是互春梅吼。啊，因为伊交倒来了，因着去整理，着去用，所以爱搁加一时间爱开吼。所以若有受邀请的，啊，假使你若真正无当写，你就直接甲牧师讲，牧师我无当，免安多拖啦，多拖无意思吼。第9项，你的个人奉献吼，个人奉献，咱每年这个时间拢差不多是个人奉献，迄种个奉献证明啦吼，奉献证明有需要的人，甲玉山讲一下吼，迄个有无？哦，具体消息哦对，尽可能可了啊，啊，尽可能可了啊，所以感谢上帝吼，互咱的囡仔，咱的要升高中，要升高中，才囡仔。会当顺利来完成这课程哦。我以前我读高中是要考高中，那安尼也就要紧张死。这个就我们看就好了。好，再来还有吗？好，咱来唱祝福谢庆的诗歌397首，请咱起立唱圣诗说，请牧师来祝祷吼。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信心的引传，互咱真正是真侪基督的大使人，对直接到永远无尽。阿门。咱这灭道必会。